凱欣議員。我發言支持梁美芬議員提出嘅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世界級企業重組中心嘅議案，亦都會支持黃英豪議員提出嘅修正案。企業重組咧係挽救深陷嚴重財務困境，但係再具有再生潛力嘅企業嘅關鍵舉措，通過法律程序令到佢可以恢復經營同埋償還能力。粵港澳大灣區咧可以有佢嘅獨特優勢啦，包括係兩種制度、3個法域嘅架構，響全球區域發展獨樹一幟。所以咧，香港嘅普通法制度同埋國際接軌，響國際仲裁領域亦都係長期名列前茅。而家咧，國際調解院已經係即將落戶香港。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嘅公約咧，亦都會喺今年喺香港簽署。呢個咧無疑為香港同埋大灣區提升響全球爭議解決同埋商業服務嘅領域嘅地位。咁如果大灣區可以成功打造世界級企業重組中心，以金融領域為例啦，企業重組會催生大量嘅融資、並購、貸款等等嘅需求。大灣區而家咧亦都係擁有眾多實力強勁嘅金融機構。管理資產嘅規模咧，亦都係突破幾十萬億嘅港元。當世界級嘅企業紛紛嚟到重組咧，預計每年亦都可以帶動大量嘅融資需求。咁然而咧，儘管而家香港係實行緊普通法啦，但係而家嘅法例同埋相比響新加坡、倫敦同埋美國等競爭地之中咧，靈活性係稍為不足嘅。咁同美國相比咧，香港庭外債務重組機制咧可選嘅路徑其實有限，企業同埋債權人嘅協商空間亦都係受限，難以好快咁樣應對複雜多變嘅市場形勢。咁同新加坡比較，響適應新興金融業務模式用於企業重組方面，香港金融監管法規咧係更新亦都係緩慢嘅。例如對於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 用於企業重組融資亦都係欠缺明確嘅規範，導致咧一啲企業響利用到呢一類型嘅創新金融工具嗰陣時咧係面臨不確定性。咁喺商業仲裁同埋調解法例上面咧，對於企業重組糾紛解決上面，香港雖然有一定嘅國際仲裁地位，但係同英國相比，仲裁嘅程序靈活性同埋調解仲裁銜接機制咧，亦都係存在差距。咁所以咧，處理複雜企業重組糾紛嗰陣時咧，解決週期係非常之長。亦都係無法滿足企業好快咁樣完成重組，亦都好快咁樣想如果佢哋好想快啲咁樣恢復營運呢個迫切需求咧，香港係未必做得到咯。咁所以咧，我哋期望香港特區咧能夠加快咁樣參考其他地區，包括係庭外債務重組法規同埋佢嘅制度，盡早咁修訂而家我哋相關嘅法例。建立香港特區庭外重組調解機制，進一步增強香港響企業重組領域嘅制度優勢。黃英豪議員提出要爭取中央支持，推動三地響企業重組同埋破產等法律嘅協調，制定跨境重組標準化協定範本，進一步完善跨境破產承認同埋執行機制。呢個建議亦都係非常重要。而家大灣區三地法律體制其實係存在差異，喺一定程度上面亦都係阻礙咗跨境企業重組嘅高效開展。咁如果有一個統一嘅跨境重組標準同埋協定嘅範本呢個一定能夠為企業提供更清晰同埋明確嘅操作指引，減少因為法律差異而導致誤解同埋糾紛嘅。咁另外引入國際評級機構同埋企業重組諮詢服務公司呢個亦都係有可以能夠帶動國際先進嘅理念同埋經驗啦，提升大灣區響企業重組領域嘅專業服務水平，建立符合全球標準嘅估值同埋調查機制，為企業重組提供更準確、更可靠嘅依據，增強大灣區響全球企業重組市場嘅競爭力。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希望推動更多嘅國際商業爭端嚟到香港做調解啦，逐步建立起普通法商業爭端調解個案嘅案例庫，豐富高質量嘅調解案例庫將會為全球企業處理商業爭端係提供寶貴嘅參考，進一步增強香港響國際調解領域嘅話語權同埋公信力，亦都係大大咁提升咗大灣區對國際企業嘅吸引力。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議案同埋修正案。